嗱，李小龍係香港嘅功夫電影嘅傳奇人物嚟嘅。咁啊，佢係喺60年代尾翻嚟香港拍咗一連串喺4套電影咧，就係將香港嘅功夫片帶去全世界。咁啊，可以話係一個叫做對香港電影嘅貢獻好有幫助，尤其是喺功夫片啊。嗱，李小龍咧係有美國出世喎，喺1940年嗰時，咁啊佢啊喺1959年咧就係由香港咧就係翻去美國讀大學，讀呢個哲學啊，咁啊所以佢個哲學理論咧就係融合喺呢個武術嗰度咧，就係成為一個自個一個風格。咁啊，由於李小龍佢咧就係曾經咧就係喺香港咧就係跟隨呢個葉問呢個宗師學詠春，咁啊亦都係佢26種嘅武術之中咧最耐嘅時間嘅，學咗有4年。咁啊，但係4年之間咧，因為佢都係要拍電影啊，同埋讀書啊，咁啊，所以咧咁都係浸呢個詠春咧練習咗都唔係好多㗎咋。咁啊，但係由於佢可以融會貫通，佢學20幾種嘅武術，咁啊，所以佢喺呢個60年代之中咧，67年咧就係創立咗呢個佢自己嘅截拳道。咁啊，呢個截拳道亦都係一種咧好快速嘅打法，配合咗詠春嘅呢個感覺黐手。由於李小龍佢喺香港長大嘅，小學、中學都喺香港讀書嘅，所以個足跡咧就遍佈好多地方喎。咁啊，尤其是佢係一個電影嘅童星即係由細拍戲拍到大嘅咯。咁佢喺呢個60年代尾，咁佢翻嚟香港拍戲，咁亦都得到佢個朋友小麒麟幫助就係引薦佢去嘉禾公司咧，就拍成4套嘅功夫電影，亦都係傳到去全世界，咁啊令到咧好多人咧就係認識香港嘅功夫電影同埋呢個詠春嘅功夫。李小龍唔係一個平凡人物，咁佢因為創造咗功夫嘅傳奇，亦都係一個叫做香港嘅 icon， 就係話俾人知中國功夫。同埋呢個名詞寸勁都係由李小龍去創造出嚟嘅。呢個功夫名詞亦都係喺佢嗰時先至有呢個英文嘅，令到外國人認識。由於李小龍咧都係有一個哲學儒家思想，所以佢都係呢個飲水思源咧就係好懷念舊嘅人嚟嘅。何以見得咧？首先咁佢又係為咗報答個小麒麟個朋友引路即係加入呢個嘉禾公司，令到佢咧嗰啲電影打入荷里活。咁所以佢係一個念舊嘅，咁知道小麒麟咧想自己拍一套戲，咁於是乎佢就出錢咧去幫助佢拍，仲做埋嗰套戲叫做《麒麟掌》個武術指導添喎。咁但係可惜嗰套電影咧就係唔收得，咁呢啲係無可奈何嘅嘢事情嚟嘅。咁但係亦都係證明佢係一個念舊呢個人。咁另外仲有一年就係佢曾經提出向佢師傅葉問宗師詠春嘅葉問宗師咧，就話用一個住宅單位就同佢換取木人樁嘅練習嗰套手法。咁但係咧當日咁佢提出咧就係向呢個葉問宗師嘅大仔葉準就喺呢個太子道嗰個
個教堂同埋嗰個紅磚屋嗰個女書院對面嗰度啊，咁啊嗰有影人茶座，咁啊同李小龍同葉準商量話希望咧就係用一個住宅單位咧，就向師傅咧就換取一個無人裝嘅手法。咁但係後來咧葉問宗師又唔答應因為咧佢認為咧如果如果將呢套裝法係淨係俾咗李小龍，咁即係等於好似買斷咗，咁其他人學唔到㗎。咁所以咧佢就冇答應到啊。因為咧就係雖然係咁樣啫，亦都係表現出呢個念舊飲水思源呢個行動咧都係值得我哋去敬佩。呢幾套戲咧就係佢喺呢個70年代初期就翻嚟香港拍嘅呢4套電影。咁所以話即係佢亦都帶動咗功夫片嘅潮流喺呢個70年代呢個歷久不衰。咁亦都將呢個詠春嘅功夫咧，亦都帶俾全世界認識。既然李小龍係我哋香港人嘅偶像，亦都係世界上嘅功夫嘅呢個叫做 icon 咁所以咧就係希望有一笪叫做永遠展覽佢嘅事蹟嘅地方，一個紀念館，就唔使好似家呢啲咧散收，有時幾個月啦，有時幾年啦咁樣，咁就係即係唔能夠接續落去，咁令到咧嗰啲叫做佢個影迷喺世界各地嚟到朝聖亦都係揾唔到一個永久嘅地方去懷念佢嘅。咁我曾經提議做一個叫做李小龍嘅永久紀念館，即係希望政府能夠即係撥一笪地方出嚟做一個李小龍嘅紀念館，又唔使話淨係喺呢個尖東海旁嗰度，淨係得一個銅像啫喎。起碼個紀念館咧喺市區開辦咧，亦都可以帶動本土經濟，亦都可以幫助一啲就業嘅機會嘅。呢個屬於一舉數得咯。但係咧就係政府方面冇乜回應。亦都希望呢個香港嘅李小龍影迷會會長多啲向政府提議可以整一個永久嘅紀念館，亦都希望嗰啲影迷能夠將佢哋收藏品就係捐出嚟，豐富呢個紀念館嘅。有關李小龍嘅生平同埋佢理念咁都可以擠喺一個紀念嘅地方。希望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嘅心願嚟㗎。如果整一個李小龍個紀念館，亦都喺市區咧起個紀念館咧，就亦都係可以帶動香港嘅本土經濟嘅喎。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尤其是油麻地呢個窩打老道8號紅磚屋嗰度就可以做一個永久紀念館，同埋或者喺九龍公園揾一笪地方出嚟，因為九龍公園好大嘅，亦都可以做一個李小龍嘅紀念館，亦都唔需要話好大地方啦，係咪？做一個永久性嘅。尤其是李小龍喺香港長大，亦都係一個香港人嘅傳奇，就係可以話對香港係好有貢獻嘅。喺呢度再次呼籲咧，香港政府咧能夠設立一個李小龍永久嘅紀念館，亦都可以話
提供香港一個俾外國旅客嚟到朝聖嘅地方。李小龍個事蹟咧大家都好清楚㗎啦。但係喺外國人心目中咧，佢都係個即係呢個武術嘅偶像嚟嘅。大家都希望能夠有一個長期嘅紀念館，即係令到佢哋有一個可以懷念嘅地方。好啦，家下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呢個節目，同時希望咧你哋仲未訂閱嘅，可以免費嘅撳個鐘仔出嚟，就係同時介紹俾親友，share、點讚、分享俾個 like啦，拜拜。